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今天的客家料理轻松做，带您到花莲凤林吃剥皮辣椒。剥皮辣椒在当地名声响亮，因为水质纯净、气候宜人，所以不仅可以单独食用，还可以拿来做成鸡汤，微辣甘甜的口感。今天感动时刻带您来品尝。凤林少雨，日照充足，所以每一条辣椒饱满又鲜艳，不但脆度佳，而且辣度也都很平均，拿来做成剥皮辣椒最美味了。青辣椒采收之后得先油炸，让它脱皮，才会变成正统的剥皮辣椒。而担心影响口感，所以业者不但要去皮，还得要靠手工去籽，相当的费功夫。每一只辣椒要摸过3次以上，从采，然后削那个蒂头，然后去籽，留下最精华的部分。很多人不敢吃辣，但是业者利用客家的腌制技术制造出来的剥皮辣椒，不但下饭，拿来入菜，味道也很令人惊艳。尾巴不辣。油炸过后的剥皮辣椒口感一样香脆，不过辣度减半，变成可口的小零嘴。熟年人辣度就被中和掉了，咸度都刚好。当地餐厅除了招牌的客家菜之外，大多会有一道剥皮辣椒鸡汤。因为经过调味的剥皮辣椒拿来熬鸡汤，不但简单，而且让人食欲大增。把味道熬出来。大概3-5分钟，先放剥皮辣椒熬个5分钟，芝麻、香油还有酱料的味道就可以释放。放入黄土鸡肉，煮上个几分钟，只要加1柄盐巴、姜丝，就可以准备起锅了。这样就完成了。香气在味蕾中蔓延，游客胃口大开。好吃，甘甜好喝，不错。好喝，不会太辣哈，又不会太辣。鸡汤不油不腻，汤头微辣又香甜，剥皮辣椒的口感独特，让游客一口接一口。炙热艳阳下的艳丽青色，热油一番洗礼，内炼成隐隐呛辣。客家腌制的技法换上新装，等待和鸡汤相遇感动时刻。